大家好，我係大家好，我係曾志偉。大家好，我係袁兆偉。大家好，我係謝天華。大家好，我係姜浩文。咁我聽講咧，豬豬咧就將會8月29號喺廣州做人生第一次嘅演唱會，希望大家會支持豬豬，記住嚟睇佢神音樂會啦。8月29號，朱晨麗喺廣州開演唱會。嗱，呢個人靚聲甜嘅朱晨麗，你一定會中意嘅，記得去支持佢哋啦！快啲買飛啦！大家好，我係肥媽朱晨麗咧，會響唐人館度開佢第一個演唱會喎，大家一定要真係捧下場好嘛？豬 good show！ 豬，我知道你喺8月29號廣州有一個神音樂會，我希望大家能夠好似我一樣支持豬去買飛撐場。呢個月29號，朱晨麗喺廣州開 show 喎，亦都恭祝佢呢個神音樂會演出超級成功，我哋一齊去撲飛支持佢好唔好啊？大家好，我係三哥苗兆偉，我喺度恭祝朱晨麗豬廣州音樂會圓滿成功，佢一定會帶俾大家一個開心愉快嘅晚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方力申，喺度要恭喜朱晨麗8月29號喺廣州舉辦佢嘅個人音樂會，希望大家咧入場支持神音樂會。聽講朱晨麗8月29號會嚟廣州開 show， 喺度預祝佢演出成功，記得嚟睇神音樂會支持佢啦！祝你8月29號嘅演唱會演出大成功，加油！